咱以下面交互丽华做我们的话，谢谢。首先，我要多谢大家，因为你这么热的太阳下面哦，大家阁会当来遮，我就大概看到长辈，我就讲哇，这个长辈快乐又健康，看到你们我都非常高兴。啊，今天我要甲大家分享，因为咱伫遮敢是一个大家庭吼。我知影大家当来遮，拢全是健康快乐。啊，我嘛知影有一寡人，伊身躯无啥好势，不过伊照常来吼，所以我有影出自我的内心，非常感谢。啊，我特别要甲恁讲两个人吼，这两个人实在我无互因同意讲，我会当讲提伊的名，不过我想我应该提伊的名吼。第一位咱要讲的就是，咱知影咱北区迄个北区的卡拉 OK， 上主要是靠啥人？靠王柏松 ，OK。我知影讲王柏松先生，伊最近有车祸吼，啊，伊即摆伫复健中间，所以会当拜托王柏松先生站起来，互咱甲鼓励哈，希望伊的复健过程拢会真好势哈。大家看，伊发生车祸哈，啊，即摆伊的这个肺部这边有小可受伤，不过伊有太太伫甲照顾，有大家甲鼓励，我相信伊会搁较早会当搁较身体敢搁较健康哈。好，谢谢王柏松先生。第二位，我要甲大家知影，就是真侪人拢咧甲我问讲，哇，咱的长辈通讯内底拢有一篇拢是医生特别的话，迄就是咱的刘刚兄，咱的前会长甲咱提供。啊，最近这前半年，咱拢无看到伊的文章，因为咱的医生嘛，甲咱看病，不过医生家己嘛会破病吼。啊，所以但刘刚医生，伊前半年身体拢无真好势，不过即摆恢复甲真好，伊礼拜二拢甲我同齐搁伫遐拍乒乓。来，咱请陈柳江陈医师来过来，互咱来鼓励吼。多谢。所以咱逐个年岁一济吼，加减拢有问题。啊，有问题的同我请教医生。不过医生嘛破病时，咱逐个就尽量甲鼓励，尽量甲祈祷，好无？好。再来，今仔日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咱大家收到迄个通讯吼，拢有恁的名，中文名。啊，因为咱寄这个批吼，咱大家知影，咱普通寄一张批吼，差不多爱4到4到9的款吼。咱寄一张批再用1角半，这是特别的汇率。啊，即摆咱的邮政局就甲咱规定讲吼，因的作业系统要用马口就是安尼，有一条的吼。像安尼，这个叫做马口。伊即摆伊的作业就是讲，咱的名袂当囥中文名，咱咧囥英文名。我知影对长辈有一寡困难吼，有个人无啥知影讲伊的护照是啥物名吼，这免甲迄共款，人嘛拢叫你Sandy，人叫你 Lisa， 迄种环境，你爱人叫你啥物货，你今仔日入去，恁大家拢会收到一张卡吼，迄个卡。就是我今仔日爱恁甲我替我写，第一个你甲我写你是南区北区，第二个甲我写你叫什么名吼，像咱家用咱的会长，就是林典模先生，伊写林典模，啊林典模伊英文名我拢叫伊 Tim， 你就写 Tim， 你要我甲你写吼，所以拜托你今仔日甲我写迄张单，啊莫讲啊，丽华讲咱莫甲写，袂使，你一定爱写，啊真重要就是讲你嘛写了。我连咪一定有一个足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们哈，丽华从来不骗你们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学，等一下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惊喜的礼物，好不好？这个代志特别拜托大家，所以我今仔日伫遮就是拜托大家替我写这个名，后盖你收到通讯，顶头就写你英文名字哈，你嘛无啥会晓，会当请边仔人甲你帮忙。搁一遍，你这个名，虽然你要爱阮甲你写，无一定爱甲你的护照啊，是讲你的social security卡，免讲外记，虽然你写吼，主要咱这个邮局甲咱这个要求吼。我今仔日大家，我会互你时间写，连咩甲你收倒来时，你嘛有写，阮就会送你礼物吼。因为阮要送礼物是，照讲这个卡就是对会员来讲，今仔日可能有一寡是。人客我毋知人客的人会当举手互我看无？咱今有偌济人客？咱今人客袂少哦，咱今人客差不多有
几个吼，我希望这个人客有一天会变做咱的会友，所以今仔日我要送的买面，我特别嘛有来送这个人客吼，希望我今日要送什么货？我今日要送一个就有台湾味道的东西，互你约看卖看什么呢？啥人约会着人，我踮咧加互一袋。出甲粿哦，迄出甲粿哦，足好食，我太搞刚，无办法送出甲粿。啊，有人讲送粽子，粽子已经送过，无遗憾。送一个咱毋捌送过呢啊，大家爱食啥？凤梨酥哦，我想凤梨酥即马supermarket拢买会着哦，迄无遗憾。我要一个足遗憾的物啊，互恁。咱知影，咱即马过来台湾的季节，咱即马过来有一个什么大节，恁大家知会记哩无？中秋节，没错。所以我今仔日要送恁绿豆椪，好不好？我今仔送这个绿豆椪是特别甲金麦食品公司吼，所以我连你这头前吼有金麦一个广告单，你嘛食了感觉伊会好食，拜托去甲伊捧场吼。啊，这金麦老板有特别拜托我甲伊广告。